因此帮忙苏秀兰城圈了不少的人才，例如王兆麟及其显力。尽管他在台南市南阴工商后南巷子里有一日本式佛寺，而其宗教修持观念也与我们有所差异，但是后来宝光方面有很多人才都是出自这座佛寺所点传。台南开山路区公所后南的巷子里，有一处战时遭盟军飞机轰炸过的破屋，基楚祖顾祥林先生将它修复了一番，设下道坛。民国37年光景，顾祥林到林内办道需要3才，于是我便率领张长江、马仲林前往支援其开坛，并亲自为顾祥林代行上下礼。这虽然只是芝麻绿豆小事一桩，但是行诸当年，彼此都认为极其平常。互相帮忙谈不上当仁不让，替上天办事怎么敢分彼此，计较你与我，我与他。然而事隔数十年，到了今天，道场上门户林立，壁垒森严，似乎世道亲来往如临大敌，谁也不想不敢较意对外接触，这样淡漠其事的眼光、心态与襟怀又如何？谈包容、圆融，又能见道成道。抚今思昔，不胜扼腕叹息。怎么说呢？只能说时空转移的结果吧。